这代就是台市将对地政填本等资料率先全国所推出的换备机，因为根据地政局于1808年核发的地政填本到381万张，其中民众到各地政事务所柜台申请到56万张的庞大数量。为了减少民众等待时间，现在完成身份验证以后，透过行动支付家己操作，5分钟内地当出境，相当方便。现在推出了这个誊本贩卖机之后啊，就有点像是在机器上就可以申请这个誊本。那我们透过自然人凭证的插卡来验证每一个申请人的身份，那确定你可以申请的誊本的种类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点选我们所要的行政区、地段、地号，好，那就可以呢申请你要的这个誊本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也是线上支付缴费，所以呢是无现金的一个地政服务。那我们预计这个在全台南11个地政事务所推出之后呢，它可以呢方便的服务民众，那让民众呢多了一个申请誊本的管道。地政局表示，目前先对台南地政事务所试营运，未来配合换新身份证，将持续扩大到全市11个地政事务所。利用这新的一档，地政局都要推出换备机的智慧化服务。局长嘛强调，土地开发优质化将推动7大新兴开发区，包括上届热门的南科 FG 区区段征收。那 FG 区呢是现在目前最火热的，因为现在台积电到这个南科来扩厂，那他现在呢科技部在帮他这个征收科技的厂房，但是呢这么多的就业人口来到台南呢，他不仅是需要工作，那同时也需要住宅、生活、娱乐、商业等等各式各样的生活所需的土地。那所以我们南科 FG 的区段征收区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在提供生活服务专区。好，那有别于这个科技部所提供的产业用地，那我们就是为当地人口呢提供更多的住宅、商业的服务，那也可以取得很大面积的公共设施用地，节省呢政府呢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成本跟开辟的成本，创造宜居大台南。台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